最近唔知道突然之間心痕痕想去日本旅行，於是我就去咗學校問下我啲同學，佢哋個個都介紹咗一個非常之著名嘅旅遊網址，個名就叫做 Trip.com。我放學之後隨即就去查看啦，發覺 Trip.com 俾我嘅資訊都幾全面，例如有住宿、機票，甚至仲有租車同埋門票添。但係隨即令我震驚嘅就係，資料可以俾得咁全面嘅 Trip.com， 竟然連國家匯率甚至國家簽證問題都冇。我隨即覺得好失望，覺得咁出名嘅旅遊網址，資料都俾得比較全面，竟然連簽證問題甚至匯率都冇提供得俾我。我只可以透過 Google 逐個 check。於是我就約咗4個同學一齊創造咗一個實用嘅網址，叫做 Explorer.com。Explorer.com 係一個非常之全面嘅一個網址，將所有嘅有用嘅資訊，例如啱啱講過嘅酒店、機票、匯率、簽證問題，甚至時間都提供到俾旅客。係一個非常之用戶親切嘅一個網址。我哋創造完 Explorer.com 之後，我哋隨即就去其中一間中學進行咗一次採訪。大家好，我哋今日要嚟訪問下呢一間中學嘅一啲學生，睇下佢哋中唔中意去旅行喎。喂，呢度有2個野生嘅同學喎，你哋中唔中意去旅行啊？我中意啊！中意，太好啦！咁你哋有冇錢啊？冇啊，都係冇啊。咁諗乜嘢去旅行啫？唔緊要，我哋而家有一個好專業嘅，佢個名叫做 Explorer。咁呢一隻 app 咧，佢咧就可以幫你哋去搜尋到你哋最中意嘅一啲露營同埋露營嘅一啲地址啊。Explorer 係我校長所搞出嚟嘅一個網站，可以睇到香港有唔同嘅程式，例如可以睇到出佢哋有咩獨特嘅景點，可以睇得出你想去住到邊間酒店，提供唔同嘅房間同埋獨特嘅價錢，仲有可以為外國旅客提供唔同嘅旅行班次，包括有唔同嘅公司嘅機票同埋最實惠嘅價錢，同時可以同你講出到底你屬於嗰個國家，到底需唔需要嚟到香港，需唔需要簽證呢？所以總括而言，我哋呢個網站 Explorer 係一個非常之美好嘅一個網站，非常之推介你嘅使用。多謝。